樓下就係港珠澳大橋入口點，喺呢度過去港珠澳大橋8分鐘。近期講緊買房送兩地牌就喺灣仔呢個樓盤啦。咁呢個樓盤就喺澳門對面啊，去澳門同埋香港都非常之方便啊，已經俾澳門同埋香港嘅朋友買到斷貨咁滯啊。佢唔單止買房送兩地牌，仲送車位、送全屋嘅家私家電、送小區會所10年嘅使用券，差啲就送埋個老婆俾你啦。小區環境非常之唔錯啊，賣緊係現房啊，即買即住啊，所以你唔使擔心交樓問題，首付先10萬咋，而且仲有2年嘅月供補貼啊，好似110平嘅4房單位，每個月可以補貼7500啊，你都可以攞呢7500嚟交你個房貸啊。面積有75平至143平嘅2到4房，如果你覺得澳門同埋香港嘅樓價貴嘅話，可以過嚟呢度睇下，喺呢邊起碼住得舒服啲，落班返去澳門同埋香港都好近好方便啊！想了解嘅打3個8，我將資料發俾你。